非常高兴的问你们好，我是要武说的大师艾利亚。把荣耀归给父亲的亚亚娃，我也是把荣耀归给亚乌说。我们就是要导致在这个第一课的教训，就是在这个教训为了要传扬给所有的人，我祝福你们要得到要我说的祝福，就是在听中这个教训的时候，那我教你们要一起要听这个正道，一起要关注这个教训。话题就是，那我再问你们好，我是要我说的大师艾利亚。今天来到你的家，我们的教训的就是第一课的教训。我希望就是在你们在家里的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听这个教训，就是父亲的亚亚娃的名字是第一件事，就是这位亚伯兰的上帝。这位亚伯兰的上帝，他就是希伯来人，他生了以实玛利和以撒，然后呢，这位上帝就是对以色列的以勒维这以勒维就是意思就是上帝对他们的以色列的语言，他就宣布说道，在以撒的后代才能认识他，就是他要跟着这个后代同在。我们先不说这个话题，我们先要研究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是我们要研究谁都是认识的，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要认识大的人，就是在摩西，有些人是摩西，他们伊斯兰教就是说摩沙。那我们就是一起要研究亚伯兰所说的一切话，摩西所说的一切话关于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先看这个日记这位亚伯兰的所存在的是哪一年的？这个摩西所存在是哪一年的？因为这位父子俩就求高一的名字，因为这摩西就是在他的后代可能是在第五代，就这位摩西就是第五代。假如说当代的年寿就是100年的就去世了，那这位摩西就是在第五代。那我们就是要一起要看这个历史这位亚伯兰的存在和摩西的存在是在哪一年的？因为他们先与这位上帝同在，他们先求告这个上帝的名字。那我们一起研究他所存在的是哪一年？他们的历史上是在哪本书上写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书卷的。这个就是在公元2000年的2000年前的那我们就是就根据那些教授的想法，按照那个所在的情况，就是这亚伯兰的存在是在哪一年的，所以我们要一起要查考，请稍微等一下，我们就说慢慢来吧。
我给你们的慢慢的解释，你们就可以牢记就是这个但是我先要给你们讲这位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要与这位上帝同在。我都已经把那个记住在公元的1800年以前的，我们要先找这个历史，因为他所存在就在公元的2000年的，摩西的存在就是在公元的1500年前的，这个历史就是按旧的历史。这位亚伯拉罕他是第一求告这个上帝的名字，因为他的身份是希伯来，他是以色列人的，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都是被他所生的。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历史，因为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历史的过程来查考，你们就能看到这位亚伯拉罕就是在很久以前的历史摩西在很久以前的历史，这位父子俩，他们父子俩一起求告这位上帝，我们就研究他们所求告的是谁。我们都知道他们所求告的就是亚法，在那个摩西的时候就是要成为亚法这个就那个名字多难坚持就难选，他就不爱犯罪，他不爱行恶的人，这个就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2节，就是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以赛亚的上帝就是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我说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祖先的以色列人跟真的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要通过以色列的书卷了，才能认识亚伯拉罕的历史，不需要其他的书那里。那我们就是要查考一下亚伯拉罕的真的上帝的名字是什么。那我们就是要大概证明是不是这个亚法。那我们今天就来证明的，因为除了亚伯拉罕、摩西，就是没有任何人认识这位上帝。摩西就是摩西，有些他们伊斯兰教就是叫他摩萨，他也就